我互葡萄牙船长为海上解救，得到好礼公正果仁慈的对待。我的心无一丝感恩，但我阁拄着船难，险险伫即个荒岛淹死。我根本无反悔，嘛无加当做是报应。我简单经常甲家己讲，我是一只不幸的狗，生来注定着受苦。确实，我一个上岸，发现除了我，其他船员拢淹死。我着惊搁欢喜，欢喜当中，假使有神的帮赞，灵魂小转说一下，凡事会产生真心的感恩。毋过结局共款，这只是普通的欢喜，也是讲我欢喜家己无死，无反省救我命迄只手的特殊善意。别人拢受难，干那救我一人，我嘛无探讨是安怎天公对我遮慈悲。我的表现，甚至像一般的船员共款，落难了安全上岸，随大喙啉芳饲酒，即时袂记得代志。我规个人生都亲像安尼，甚至后来，我真足想了解家己的状况，安怎漂流到即个荒岛。远远离开人类无得救的希望，伫一个看到我有生存的机会袂枵死的时，一切我的苦恼随道消去。我随心情轻松，规心拍拼保护家己，照顾三顿，一丝都无想讲，我目前的状况是天的处罚，是神的报应。这种思想真少进入我的头壳。我伫日记捌讲过。看到切法院的时，我有想到神，深感动。因为起初我叫是迄是神显奇迹，毋过等我发现真相，就无搁安尼想。这我伫头前有记载，就讲是地动，虽讲无啥比迄搁较可怕，无啥比迄搁较直接指向看袂到的力量，但是等着行一个过，迄种印象嘛随过去。我无啥有关神也是神的审判的概念，搁较无感觉我目前的苦难是伊的安排。就讲我伫上快活的条件嘛是共款。毋过我破病啊，死亡的悲惨浮现伫我面前，病痛互我心情闷，发烧互我体一虚。我困去的良心精神啊，我开始责备家己过去的生活，过去我袂使的邪恶。显然犯着神的正义，伊才会互我受大打击，故报应对待我。伫破病的第2和第3天，我直直互遮的反省压迫，因为发烧和良心的责备，我讲出一寡若像向神祈祷的话。虽讲迄落祈祷无我心意，嘛无我希望，迄不过是惊吓和痛苦的声音。我的思想混乱。心内的信念坚定，一个想着家己会伫一种悲惨的状况死去，头壳就充满恐怖。伫心灵相共当中，我毋知我会当讲啥，不过是做安尼的感叹：主啊，我有够惨啊！我破病，无人照顾，我稳死啊！我要安怎好？然后我的目屎连落来，过一困讲袂出话。这时，我想着老爸的苦劝，嘛想着伊的预言。这我伫拄开始的时捌讲过，也就是我若行这款恶路，神袂保庇我。当我找无救兵的时，我定着会反悔无听伊的建议。我大声讲，我亲爱老爸的话应验啊啦！神已经在处罚我，无人会当救我，也是听着我。我拒绝天的好意，迄本正对我仁慈，甲我安排伫一个富裕的生活环境，互我幸福、轻松过日。毋过我家己看袂出，嘛无为爸母认捌即种福气，我互因为我的愚妄悲哀。我嘛家己为愚妄的后果悲哀。原本因会当互我伫世界徛起，互我事事轻松如意。但是我拒绝因的帮赞和支持，到我有困难着车拼，困难大甲连自然本身就无依法，
无帮赞，无支持，无安慰，无参详。